朋友大家好，老哦，师，好，咱今仔来对，泰国曼谷，对曼谷，哦，其实顶礼拜就来啊吼，嘿，咱今仔日即礼拜算甲足忝的对吧？因为泰国足热的，但是足好耍的吼。你看咱的阿伯观众朋友，你有来过遮无？会啉一无吼？真欢喜的吼。咱今仔上欢喜的，就是咱请到一个伫泰国足侪档的宣教师哦，伊要来甲咱分享。哦，嘿，泰国了爱梅宣教士，对，伊要来甲咱分享即个泰国的教会的情形对无？咱先来简单介绍，这个廖传德伊的过去啊。是，咱先来欢迎咱的爱梅，我拢叫伊师母啦吼。师母，师母你好。你好，大家萨瓦迪卡。你有来泰国来萨瓦迪卡？来萨瓦迪卡啦。师母叫做牧师娘啊。师母叫牧师娘，但是宣教师哦，嘿，牧师娘是去足侪所在的，咱来听伊讲吼，就知影，做足侪的经历对无吼？对啊，伊出世是台湾，出世台湾以后，后来伊就结婚，甲伊翁婿就伫香港徛去。迄阵伊问定要做全职的传道人，所以就去读新学院。伊后来去日本有10档，伫遐建立教堂。过来，换来泰国，泰国就开始，伊学了日本话以后，去学泰国话。学了，伫泰国的时间。听讲，即阵几岁啊？我即马69岁啊。迄阵泰国话是差不多50啊。来无啦，来泰国是45岁啦。45岁，因为来泰国24年啦。伊真正有足厉害哦！伊泰国会当工作会当工作好，会晓写，会晓看哦。我伫遮10档拢袂晓。泰国16档哦，2016伊就开始推动迄个真爱家庭的事工建立基金会，做功课啦，幸福的功课。2019年伊的翁婿来过身，毋过伊继续伫传道的事项内底来打拼。伊即阵有2个外国的囝婿，阁有2个孙仔。对，我拢讲因兜是联合国，要想要熟悉世界的国家，拢会当去因兜，对，足厉害的哦。系啊，所以咱今仔要来访问宣教师。泰国的宗教讲，泰国遮的人，泰国人因的宗教生活是安怎的？是对一款的宗教较济，还是讲因的观念较深？咱对泰国的印象就是拢是佛啊，对无？咱世界行去到底拢是佛啊，但是咱宣教师伫遮看到的无共哦，甲咱介绍一下。好，咱泰国呢，踮咧泰国呢有一个77府啦，哈，那分了4区，有中部，有东北部北部、南部。那一般呢，我们台湾短宣呢送炭送到泰北都是在北部啦，那所以这是大家比较熟悉北部啦，那最穷的地方是在东北部，那我们现在人在中部，在曼谷。我们是在中部哦，在这里曼谷。对对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呢，这个国旗哈，他们有它的含义啊。他们这是他们的国旗，红色呢象征英雄的民主跟国家，白色呢是象征纯洁的宗教，就是佛教啦。蓝色呢是象征庄严的皇室，所以他们皇室很至高无上，不能让百姓在公开场所说皇室的不是，你可能就要坐牢了这就是很小心的。有些记者在批判这个皇室的时候，就立刻被抓去了。
所以我们就是要尊重这个泰国他们的制度。那泰国呢是很特别的国家，周边的国家呢，比如说马来西亚啦、缅甸呐，这些呢都做殖民地的统治殖民国统治，只有泰国没有，所以他们保存了他们的一个信仰就是佛教。那一般泰国人的信仰生活方式，你可以看，连小孩子都要向那佛像浇水所以目前原因是因为以前他们还没有开放的时候呢，他们还没有像西方人开放的时候，他们的那个佛寺寺庙就成为他们的学校。那老师是谁呢？就是和尚。所以他们那时候的和尚是很多的读很多书的但是目前有些地方偏远地区没有学校呢，就用庙宇来上学的，或者是家庭很穷的呢，他们都会家长把孩子送到庙宇去学习的所以可以看到慢慢的，你可以到不同的泰国的城镇你可以看很多都是看到学校旁边就是庙宇的原因他们很注重这个和尚所以泰国学校都会邀请和尚到学校来教育他们泰国孩子们佛经啦，教授有关佛教的礼仪啦，所以也有要孩子家中的儿子们为他们剃头发、剃光头发，做和尚1天或数天，或为他们父母积功德。我的学生呢，当然你知道吧，就是玛利亚的弟弟光明他那时候18岁，他爸爸就要求他剃头但是感谢主后来他们就开始对信仰的融化愿意接受，就是说儿子你不要去剃发了，你去受洗吧。袂歹，很好。我会记迄阵迄个我的学生对无？迄阵高中的学生，怎么下个礼拜上礼拜看到头发好好的，拜一的剃光光，他说准备要去当和尚。对，准备要当和尚。还有他们家里如果有人过世，他们也是都要剃光光这样子，就是要去庙里面对，还有那个男孩子要结婚前呢，都要去庙里头呢6根清净要去做和尚这样子预备结婚了。这是步入凡尘的，所以要先去清净一下。对，没错，很特别的一个习俗。而且在路边路边拢会让看透早拢有回乡当下的收集食物收集食物他们叫做化缘嘛化缘到饭店也是呢，他会准备好一袋一袋给你是说这一袋要给那个是的真趣味那安尼就是讲基督教伫泰国的发展是怎样？是安怎开始的什么人传到来伫泰国第一个？对这种事实上呢，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文字上面写的我们叫做基督教，当时他们称为基督教新教，跟天主教就分开了然后他们是这是在1833年开始的所以初期的那个华人我们先讲华人，因为当时呢泰国皇室呢他们不要向泰国人分享，就像华人，所以我们当时的华人呢都是在那个他们是坐船过来的嘛，很多都是潮州人嘛，所以他们都在那个唐人街就像这边的叫做雅瓦拉那时候宣教士来的时候呢，他就说那你就去到那个唐人街那边去跟他们传吧。所以呢那时候呢就刚好有一对宣教士夫妇1834年来的时候，就向泰国的华侨呢传福音，所以在1837年的7月就有11位受洗，所以就成立了第一间远东地区，我们说海外世界海外华人教会是第一间的教会所以他们的教会名字叫做曼谷浸信会新年堂。现在他们还是很活泼的在做福音工作，所以他们现在又讲潮州话又讲换成泰语，然后又开始有华语的团契来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已经分布很多的分堂吧，在泰国很多的地区都有他们分堂的教会，都是讲泰语的。那还有个学校，他们成立一个真光
中学，我曾经在那里教过6年。为了是更多人来认识信仰。那这个新年堂啊，就是我传进来，这个是背景，这个新年堂教会哈，现在还在很活泼的啊。事实上，他就说刚刚讲过哈，1807年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开始？所以他们当时的执事们呢，就觉得说我们应该好积极的传福音。所以今天就有曼谷华侨教会，所以很多人都会去看去拜访。是，好，那个就是马礼逊宣教士哈，我们之前有说过哈，在澳门的，然后就是基督教的曼谷的状况是怎样？就是讲，敢有迄个培训的，还是讲训练团队人的所在？事实上，在泰国政府承认呢，基督教有3大基督教的组织，不像我们说海外华人，有些新加坡、台湾啊、香港这些都有说，浸信会啦、宣理会啦、卫理公会，这是以宗派来分哈。但是呢，他们就把它分3大基督教的组织。那第一个呢，就是泰国的基督教总会，叫做 CCT。它是泰国最大的基督教组织，是以本地基督徒为主导，那外国宣教士为辅，那按地域和种族，所以总共分19个区会，所以其中呢第7区跟12区是华侨教会的区会，所以第7区呢就是以长老会为主要组成的。那点水里宗教会呢会成为成员，所以目前来讲呢，这是10年前的数字了哈，信徒人数8000人，然后12区呢以浸信会为主要的组成还有浸礼宗教的会员的成员等等呢，就大概12000人那泰国呢有不少的少数民族，所以少数民族呢又有个六区。有拉祜族啦，还有阿卡族啦，16区啦，还有苗族啦，所以这个他的少数民族的信徒人数就比较多了，35000人，所以慢慢的呢，他们有成立教会、成立布道所，这是在这个 CCT 底下的有900多所，然后他们也成立了5间医院，那还有呢1所清迈大学，还有3所神学院，就在培训。平时怎么成为传道人那个训练场所是这样，这是在 CCT 的体制下面的。是，所以泰国唔係是迄個廟鳥，佮做在教會呢。对。第2个呢，就是基督教聯會。这个聯會的意思就是把外國宣教差會、還有機構、還有宣教差會所建立的教會組成的。所以等於說在公元2000年的統計，共有教會跟布道所1182間。所以你可以看到宣教士成立的教會是比本土的多。然後當然這些差會，國際差會呢有 OMF 啦，還有宣道會，就是我前身的那個差會還有新種族的差會，還有威克里夫翻譯公會這些的。那有一間醫院呢是屬於 OMF 的 ，OMF 就是我們所謂的海外使命團然後在這個宣教團隊裡頭成立了10所神學院還有一些人數比較少的沒有記錄在當中所以等於說相對你可以看到這個在宣教士來到泰國所做的一些的福音工作的大概的情況是這樣子，這是其中一個。就還有第3個。那第3個呢是比較大的差會，大家都知道浸信會是在全球裡頭他們是蠻高的很多的教會，所以呢他們的組織大概有4500人，他們的教會跟布道所有99間，你看就是美蘭浸信會的體制所以他們在曼谷就建了1所神學院主要是以美蘭浸信會宣教士為領導所以他們就發覺到華人也蠻多的，所以他們現在就是加強跟第12區華僑的浸信會合作希望透過這樣子呢
更多的教会呢可以变成本地化啊。那当然有个牵涉就是没有讲到的，就是说在泰国基督徒只是占到人口还不到1%，但是泰国南部呢将近有400万回教徒。那因为情况还不熟悉啊，那我们可以在下次会介绍啊那个伊斯兰教在泰国的情形啊。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基督教就0.3，那伊斯兰教应该更少吧？事实上不是，更多，超乎想象的哦。真的。对呀，所以其实在路上都看到回教就是对回教的清真寺啦，还有回教的银行啦，这是以后我们可以再继续来分享这些的课题。对哦，昨天听讲沿河足侪迄个清真寺，河边的清真寺，拢唔知影坐船就会当看到，咱迄个后摆有机会爱去坐。那如果说我们在线上的一些的朋友要来泰国旅行，刚好碰到主日的话，就可以来这吉所的华人教会聚会啦。全部都是讲华语的，只有一间是讲闽南话的台语耶，台语耶，曼谷台语长老，台语耶。我昨天想说李老师会跑去曼谷去，那长老会去聚会，讲台语耶。对，讲台语爱来这间台语长老会。对，台语。我上次去他们讲台语啊，我说不能了，我不能讲台语，讲了你们听不懂啊。后来说好了，我们唱歌台语，读经台语，你讲到讲华语可以啦。好，对，这都困难。变成台语、华语拢难咧讲。即摆大部拢安尼。难咧讲，对，不要紧，讲无好嘛，不要紧，会当继续讲。迄个遮来遮算诶吼，这是曼谷尔吼，咱还袂讲到台北还是其他的所在，对无？这个是咱这个就是我们参与的2间教会哈。那个 CCMA 呢，曼谷宣爱堂就是属于在EFT 的体制，一个是宣教士开拓的那曼谷真理堂呢是在第7区，是属于长老会的所以你可以看刚好因为曼谷宣爱堂是我跟牧师开拓的，然后这个真理堂是我跟牧师在这里帮忙做顾问牧者做了6年7年多了。所以我就现在就退下来，因为我们有全职的传道，中间那个穿白衣服的就是这里的全职传道对，传道对，所以欢迎大家来曼谷呢，就可以来参加这个教会聚会。对，曼谷真理堂搜一下就可以看到，这大好长翕的都。长底下。所以我有那有。这是上新的林老师，这师母。对，我们一起难得跟他们的执事照相。那安尼泰国咱也讲小可真济都济讲袂了。泰国有啥物代志需要人来倒的。是要安来关心的，所以第一项，咱要请为什么少年人较少？教会，讲遮的教会的传道人华人教会的传道人，就是少年人较少，所以鼓励少年的愿意来遮继续来传道。是不是安尼？目前有现在呢，也开始有2所神学院有华语的培训，训练一些年轻的传道人，毕业之后就可以进入华人教会来牧养嘛。所以还是继续为这个栽培的年轻传道人来祷告咯。有两间伫泰国。对。一间伫曼谷，一间伫清迈。比阮欧洲较济，欧洲几个国家同样一个，我来。叫做陪读家庭。听讲这边足济人陪囡仔来读册是陪囡仔来读册。对，我知有足济伫大陆的人、中国人，因为要得票迄个签证吧，来伫泰国。所以有整班的家庭，对，家拢需要
恁去歐洲搁較濟吼，对，现在起码陪读家庭真濟，不单单在泰国，听说好多地方也有哈，连那个塞浦路斯什么地方都有哦。有塞浦路斯嘛，我们对，很多地方哈，妈妈陪着，然后爸爸在国内工作。爸爸在国内打拼啊，那这个也是一个家庭的问题，所以也是要我们下次要谈的这个事情。对，所以在泰国就是家庭问题，所以真爱事工就很重要啦。这个就是这个在月底会被为31号，3月31號，是迄個這裡泰國在曼谷哈種子中心啊，然後剛好這個是今年3月才開始的哦，他們才感謝主成立，然後他們為了要幫助親子教育，那我說好，我們都是在做這個家庭事工的，我們可以合作，所以我們主辦，他們協辦啊，那大家就會一起來聯手合作啊，關心華人教會的家庭健康成長，這是很需要的。那就是剛好請那個真愛的國際會長啊，葉高芳啊博士啊，他來特別從美國飛過來啊，他也知道泰國很大的需要，所以他就來跟我們分享啊這2天的講座，是這樣子。所以下禮拜後禮拜要繼續聽，因為還沒講了誒，因為對真愛家庭事工哈，如果你有在曼谷的，歡迎你也來參加哈，這是一個我們會考慮看看有人直播啦，所以也可以。在歐洲也可以聽了啊。對哦，我們其實今天晚上的飛機就飛回。對啊，你們今天要回歐洲嘛，所以我說也考慮到，有人問說我在馬來西亞，我要新加坡，我要聽可以嗎？我說好哦，你為我們要做直播來禱告。最重要的，安尼真好哈，大家期待一下嘿，就是咱無論是什麼所在，攏有需要攏會當可能聯絡哈，你佇曼谷誒，你會記聯絡廖愛美宣教士，佇下骹留言哈，歡迎啊，歡迎。對，歡迎你有什麼需要哈，也很開心，咱今仔日會當訪問到宣教士廖宣教士接受阮的訪問，真感謝。來自湄南河的呼聲，這個是師母取的題目哈。咱講湄南，咱來稍微介紹一下好啊。湄就是媽媽，對吧？對，湄南招帕亞就是河啊，招帕亞它有個名字叫湄南招帕亞，是湄南河。他們說是河的母親啦，所以湄南招母親。對，南就是河，南就是水嘛。南就是湄南。有人常把湄南河跟湄公河混為一談了。我之前也是這樣子，後來他說不是，湄南河就是在曼谷，湄公河是跨越5-6個國家。所以要注意一下，有人以為同一條，我說不同一條，不同一條。湄南是南北的南啦，也是翻譯的音。它是翻譯啦，水啦，它就是發那個譯音啦，不是說它的意思啦。這樣子。不是在南部，這是水哈。所以是水的媽媽湄南，大家還要順便上泰語課哦，就問台語課不你上啊，上泰語啊呢，下禮拜呢，師母也會繼續跟我們分享真愛事工，還有可能在這邊的一些其他的宗教的狀況哈，也剛才說到的分享。真努力，非常多的訊息哦，好，今天非常謝謝多謝觀眾朋友來支持，記家己起結賬，你也謝謝2位林老師呢，努力不懈做了4年的直播，繼續加油，邁入5年。對，然後我們走到哪裡就播到哪裡，所以期待我們下次在歐洲哈，再給大家找教會，找宣教士哈。很好啊，很好哦！下次到歐洲來找你。對哦，這伏筆哦，那個師母會跟我們到歐洲繼續
探访教会，今仔做多谢师母哈，来后礼拜一下暗同款时间，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澳洲2点10分。因为咱今仔日要坐飞机，所以先录起来哦。后礼拜咱就会这样伫线上跟大家做伙来讲故事好。好，来讲一句泰文啊，拍照。讲一句泰文。拍照微风。对，我现在在坐计程车哈，每次都跟计程车司机讲拍照微风，上帝赐福你，上帝赐福你啊！还有拍耶稣拉坤，耶稣爱你，不错，林老师讲的也不错，老师来说一下，耶稣拉坤。拍耶稣对，拍耶稣拉坤，然后我们叫萨瓦迪卡，对，萨瓦迪卡，然后拍耶稣拉坤，然后拍照微风，这样子啊，好，谢谢你们，谢谢大家。